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来，就是这个所在。我知影恁即马真紧张，你是毋足紧张的？目睭贴开，恁大意好无？好，啊，等一下好啊表现哦。招梦神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招梦神，离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，探险队员，大家好。啊，你招梦神来问恁一个问题：若是有一天，你若是有超能力，想要变成什么超能力？我想要飞，你先来讲。因为我会当去足侪所在，会当去佚佗。哦，伊想要飞啦。我想要有温馨，因为安尼会使去真侪所在，毋免互是大人发现。我想要知影未来会发生啥物代志。安尼我知影，你就是未来的老票运。啊，过来咧！我想要有足侪分身的，因为我安尼就袂遐忝。为啥这当然是我分身，啦。你这都是学生尔，你为什么想要分身呢？因为足侪代志要做的，啊，分批去做才袂代志拢甲做伙。甲做伙，无时间去做。这个时间，家己控制好。那安尼即马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来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田寮港中兴队出海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来，嘿，来，欢迎咱田寮港中兴队的小朋友，大家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咱非常了不起的神殿，我是今仔日恁的导览员，智慧之神抛下出来。你好，来到这个神秘的神殿，我甲恁小可介绍一下好唔好？好。你甲看下这手边，这个游戏关卡叫做爱讲才赢。爱讲才赢。你甲来看迄个椅哦，迄椅是叮当的哦，伊安尼，我跟你讲，刚刚这个客气，我都开380万啦，都这边迄个人啦。我跟你讲，迄个那是叮当的哦，恁这小朋友是爱爬顶悬，啊哪爬哪有题目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有够真侪好耍的关卡，等待恁来挑战。你有期待无？有哦。听讲你是田寮港中兴队是不是？田寮港哦，是咱台湾第一个临港的运河，拢乌涂炭你过生活，涂炭乌了，咱就要运来海口。啊，当下较摕去卖嘛。对。以前人讲入坑乌涂炭，性命起一半，真危险。啊，毋过咱当下趁到钱，好继续拍拼。啊，即摆换恁拍拼哦，要摕金箍箍，有信不信无？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听来噶。台语上练长，咱来顶的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报落来进前，看有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好，来到这个关卡，恁这同学坐伫遮的，爱非常咬问。咬问的是这边，是吧？啊，唔是这边，老公啦。无对啊，要叫我问啊。对。啊，搁爱叫形容的，啊，形容互因用。嘿。开始啊！好，来，准备接招，听来噶！好，要开始啊！开始，几个字？会当看，啊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会当听。你讲你讲啥？你调一个字啊！调一个字，毋是会当看吧？会当听，会当听，会当听。用收音机，用收音机讲出来哦，用收音机2个字。什么？我的国家是啥物物件？咱的国家是啥？第2个字。电台。你洗嘴的时阵会用的物件，几个字？2个字。
两个你，这是七哥，哎呦，新闻，几个你？新闻，新闻跟新闻有关系。人，伊是人，记者，记者嘿，较大声无听无？他受伤的人，会当耍的，会当受伤的人，会叮当袂？伊头都有讲会当耍哦，会当耍用叮当啊，卡受伤的人爱用的，轮椅，哎对，厉害哦。你给你加油，你拢无讲话。啥的你？嘿，去庙人会互你的物件，去庙的，人互你的物件。好辛苦。贵上惊的物件。好辛苦哎，好辛苦。另外一种另外一种讲法，嘿，另外一种讲法差不多。平安符，嘿对，哎，伟哥，你起床啊，伟哥起床。好来，继续。两个你。主持人送的物件。主持人送的物件。哇，今摆来看卖，恁到底得到几题？现来教。哦，哎，目前看起来是表现得袂歹哦。文成，啊，你哪升落来啊？升电落来？卡手无够紧。无够溜俩啦吼，无够溜俩。啊，毋过其实回答了，算了约了袂歹。亲像第一题电台，你头先看会使看是啥讲的？先讲，你真正当作先讲先赢就对了。电台，恁会安怎？有啥物想法会使搁提出来讲？伫咧空中见面，开车坐车会听的。对。会当听迄车况。什么公路有啥物危险，你要注意。大灯无开。对，大灯无开。好，轮椅。头先应该讲了真清楚，受伤的时阵会坐，哪有想到？骹受伤的时阵。无啦，伊有问讲啊是会当叮当的无？哦，我讲会啊，若袂当叮当的是啥？来背绳。乖啊，乖啊，算过关。好，隆重丢5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袂歹。好，第一关摕到半个啊，后壁继续加油，好唔好？好，来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卡。总共一句，两个人把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2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你的骹手较慢哦。嘿嘿。我感觉我今仔日可能对到对手。安怎？因为哦，听讲文成不哩甲我讲笑话。啊？我讲讲笑话是足困难的代志。啊，有欢喜一个。对，欢喜一个。来，文成。有一天，我去买饮料。去买饮料。我甲头家讲，我要一杯无果牛奶。了后呢，边仔发生一场车祸，我就讲，Oh my god！ 头家就讲，歹势呢，我已经嫁落啊呢。Oh my god！Oh my god！喂，我已经嫁了，伊是讲，Oh my god，My god，这个意思啊，不要笑。我讲哦，来，有一天哦，探险队长，伊就去文具店，我讲，头家，我想要买笔甲笑啦，啊，头家就摕一只笔卡笑出来，谢谢。就你讲，你给你笑甲这欢喜，是不是有淡薄好笑？有吗？好了，别紧啦，来，开始。去恁该去的所在，准备开始啊！恁选一个动物，讨论一下哈。讨论一下哦。哎，准备好未？好。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甲。好，开始呀！现在甲开始呀！时间开始算啊！高啊！高等于伊的数诶。其实这高啊看淡薄细，哎呦！哇！哎呦！倒来，较轻的。一个。啊，你两个哦，别开始，来。蜜桃干啥？好爽。哎，记得。无雨伞是爱去边仔的店蜜桃。好，你过关。好，来，记得后一个动物。哦，那是无走雨伞去边啊蜜桃，哦，这。哦，这杯哦。这啊，叫杯。这啊的杯哦。好。较轻的哦。啊，这啊，足难的呢。哎，困难的，你先紧一下。来，较轻的，爱起你哦。从起码起你一半，来过来，差一点，过来，看这个办事，你应该就是卡你这只，卡，来加油，会卡。啊，是要我，我，来开始。好，什么？你无看册无怪考遐尔歹，
哎，好，过关。桥，你的扛。第二个，哦，要等去伊的冰库啊。后壁。拉手大。冰角厝，紧嘞，甲赶过来，嘿，赶过来，你甲下入去。有机会3题哦。好，我感觉4题有机会哦。来，大大轻啊，嘿，较温柔的。好比去。卡层。叶头。好来，紧嘞，买比去。你走出来哦。哎，这来，你去另外一边嘿啊，加油。哦，差几个叶头，买不起，叶卡住。过来比。哇，紧嘞。哎，紧讲。前面白层甲啥？崩康，崩康，安怎？来，做句，有无？要关起来哦。关起来。无多，没有啊。白层甲崩康到底要哪做句？好，来请出来，咱来学习者。第一题，什么号？这个字安怎念？密号。啊，先讲，无你来讲一下。你今仔日袂记摕雨伞，就一定爱去密号，无你会耽误无？哦，真好，会耽误落。好，第二题木怪应该较简单，伊讲得真好哦。你无看册木怪，考试会考遐尔歹，对唔对？啊，还有啥？文成。因为你无好好练习，无怪你上台的时阵会紧张。啊，对，真好。就参像我无好练习木怪，笑话无好笑。对，一个伟杰，你无你来讲一下，同尾一题，头先恁迄题无讲出来，病床甲崩康。这是毋较难哦。先讲你有想法咯？来因为我伫崩康开上紧，所以我就躺咧病床上。因为崩康袂使开伤紧，会出车祸，啊你出车祸你就受伤，你就倒伫咧病床啊。哎，嘛是会用。真牛咧！啊，你捌看过即个情景就对，有即个电视新闻啊，电视新闻啊，咱来看卖恁得到几题，拢总得到2题，会当摕到半金箍箍。即马要进行到第3关啊，恁即马摕到1个金箍箍，要摕到保障机会，有淡薄困难哦。啊，毋过不要紧，同尾关甲1个金箍箍摕落来，好唔好？好。好来，准备接招，停来卡。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。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咱即摆科技也非常发达，非常进步。啊，面对这种改变哦，咱会真侪做工课的代志，嘛爱对变。安尼才会愈来愈厉害。就亲像即摆警察办案，嘛有非常厉害的助手来斗相共。到底是什么款的角色呢？来，准备来看，现来噶。大家好，我是人水阁有爱心对生活充满好奇心的非常的一女花吴大兴。Hello。小姐，快点打，快过来，快过来拿台子啊！走，你给我出来。我无钱啦。你给我出来，快过来啊！来啊！不要，快去打！快过来，快！来，小毛，快过来！快过来！走！我把这都破了！来，领导，起来！走！咱即摆徛的这个所在啊，是台中市的建坑队。这只奥迪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就是伫咱头拄演的迄出剧内底啊，伊甲我救。啊，所以啊，阮即摆来到这个所在啊，就是主要是要甲咱的黄教官请问一下，就是咱的建坑因平时的工课是啥物货咧？台中市政府建坑队执行的任务哦，基本上有3种，一个是找毒品嘛，啊，第二个就是找炸药。炸药，哇，听起来足恐怖。啊，第三个就是像多迄种，甲你救的迄种，就是掠歹人的。哦，拄着歹人，就是伊会甲伊加迄种的。哎，对。那安尼我敢会当体验看卖啊，互奥迪加迄个力有偌大力？喏 ，OK。我即摆后悔敢袂赴？袂有啊，紧嘞，准备，滚！哇！
时阵，我真正感觉我有生命的危险。伊甲我加落去的，我若无够我甲我抱咧，我真正会规个人倒去。像今日乌迪啊，伊是咱有训练过的狗啊，啊毋过若平时我伫咧路林拄着野狗，伊要甲我加的话，我是要安怎做较对咧？到底若拄着野狗的时阵，爱安怎做？咱来问看觅，红吉吉白谢谢。白谢谢讲话真大声，选我保证一定赢。非常简单，若是看到野狗吼，就是安尼，咱人的气势要甲伊展出来。因为你若是无展出来，野狗会看咱衰，所以呢，你要雄雄扶落去，摕这个石头摕起来，为这个野狗所在，甲伊牵过去，甲伊喊，安尼哦，野狗就袂过来啊。安尼你知影无？敢若较有道理的，因为我捌做这种代志。咱来看觅红吉吉安怎讲。看我红吉吉，予你平安搁顺遂。我甲恁讲哦，这吼就是你若是看到吼狗仔伫遐的时阵吼，你着爱边仔有啥物物件，你着摕啥物物件，啊对迄个狗仔另外一边甲弹过去，啊分散这个狗仔的注意。所以吼，你若手譬如讲你有塑胶袋啊，你着安尼戳戳的，起沙，啊狗仔吼若是看到的时阵吼，伊着会看这个塑胶袋啊，你着甲塑胶袋啊弹去另外一边，安尼就无问题啊。哦，分散注意，咱先用上简单的问法。恁捌用过倒一种方法？捌拄过野狗无？有。啊，你是用啥物方法离开的？我就是慢慢走去，就是莫有伤大的动作。哦，莫伤大动作，你就安尼。忽然间，对没有？忽然间，袂使忽然间你是看到溜吧？所以红吉吉甲白谢谢，谁讲较是对的？恁讨论一下。讨论一下。恁感觉？红吉吉。先讲为虾米是红吉吉？恁感觉红吉吉啊？较正常。本身来，你感觉是谁讲的较有道理？嘛是红吉吉。为虾米是红吉吉？虽然有听过讲是用蛋的，但是我感觉安尼无啥好，若甲狗仔用伤啊。用受伤，还是讲你一蛋直接安尼接起来，佮加互里面。你真是主人啦！啊，个你就甲带转去饲啊。所以恁决定是要选红吉吉。红吉吉。好，我上正确答案，恁选的是红吉吉。咁安尼，哎呦，敢是？我上正确答案，恁选的是红吉吉。咁安尼，哎呦，敢是？无唔对，就是红吉吉。其实哦，真正拄着野狗的时阵，恁头先讲的方法其实拢袂歹，就是莫先甲刺激。你若伤过甲狗仔刺激，伊颠倒因若是掠光哦，哦，迄真正搞甲密密麻麻。哎呦，足危险的哦。咱即摆来看觅后一题。教官，我想要甲你请问一下，就是咱遮有3个箱仔，啊，这3个箱仔是要做啥物货？这3个箱仔就是即马请阮的 baby， 伊 baby 是找炸药的，哦，伊平常时训练就是甲这种炸药的味，啊，放伫迄箱仔内底，啊，互伊吹安尼。所以等下我会当去放这炸药的味无？你要放？好啊，好，互你放啊。看 baby 的功力咯。哎。你来这要做啥啊？你是创伫倒？哎，你看会知影爱徛咧外边啊？啊，你是创伫倒位，你哪会徛伫咧边啊？啊，互你发现啦，我就是藏咧我的杯仔内底。哦，这个哦。啊，毋过啥那头拄就是坐咧外边啊，拢无叫。无叫安尼哦。对，无肥。因为有一寡炸药是声控的，啊，伊若肥伊会爆炸呢。看到这，咱就会发现狗仔因的鼻啊，实在是非常了不起呢。不过啊，到这我就感觉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咱人的鼻啊，伫咧什么时阵会是上赖的咧？上赖？什么时阵上赖？看觅红吉吉袂晓安怎讲？这个哦，当然就是运动了后，因为运动了后，咱的脑部会提升，所以呢，咱的鼻角的系统会较敏感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哦，运动了，记起来哦，运动了敢会提升？红吉吉安怎讲？
唔对，上来的时阵吼，就是咱咧困的时阵，因为咧困的时阵呢，你目睭开咧休困嘛，所以吼，你的这个耳啊，甲你的鼻啊吼，就会非常的来，啊吼，这就是咱人咧困的时阵呢保护系统哦，安尼知无？恁感觉是啥？红记记讲的，你困的时阵，还是醒起来的时阵？文成，你感觉还是是啥？运动了后？我甲你无共款，我是想是红记记，因为你困的时阵，别人甲你卡一个，你就会醒起来，所以应该买就啉面的。伟杰嘞，你要啥？我感觉是白下下，白下下，有原因无？因为我运动了后，我是会变较敏感。对。是哦。你的鼻啊，你的鼻叫啥？臭酸酸味。所以恁小讨论者，给我一个答案。想要选白色色野手。 2票、3票，好，所以恁的答案是白下下。敢安呢？哎呦，恭喜啦！啊，对啦，无唔对啦，其实真正你困的时阵，你迄个鼻物件，迄个敏感的程度会降低啊。因为你看，有人困，定定迄个浓烟会去呛着嘛。你若是火灾的时阵，共款拢是呛着啊，就去啊。所以迄当阵的敏感会降低，所以困的时阵袂提升，是真正是运动了后。安尼有了解无？好，安尼拢总摕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，恭喜哦，总算摕到一个啊！有2个机会会当摕到宝藏，敢摕到咧？现来甲。 2个机会，好，参了队哦，到底是要选倒一个宝藏？到底伫倒位？到底是倒一个动物？东尾刷牛，好，想要知道要刷东尾刷牛？直觉，直觉。好，安尼手甲放起，回弟你有2个机会，会对袂对？先试看卖。东尾刷牛，好，请起来。哎呦，好，我爸。 剩1个机会哦，还有3支的金条，到底伫倒位？譬如你讲想要选倒一个，哪里？先讲你嘛是哪里哦，啊，其他的人敢有意见？意见你想要选倒一个？文成头先目睭刻刻，你咧想啥代志？这2个其中。其中一个。哎呦，好，哪里哦？哪里？哪里？手放起啊！咱参了港中兴队的小朋友，请起来。 哪里敢有你哪里？哇！哇！真正有恁对的啊！恭喜恁摕到咱的木造的七头米。哦，咱来徛较我，徛较头前。哇，这不是七头米哦，这不是七头米这是有用处的。哦，是你若是较有效的物件，你人挂起哩，唔惊放气。对。挂锁匙、手表。嘿，安尼后抓搁招同学做伙来佚佗好唔好？好。真正咱家人的小朋友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华丽讲台语。